點解會發生腰椎滑脫？腰椎滑脫咧，呢個病咧，佢只係一個影像學嘅表現，佢亦都分為唔同嘅原因，有一啲叫真性滑脫，佢有一啲咧就叫假性滑脫。真性滑脫咧就係指椎弓嘅暴裂所帶嚟嘅呢種滑脫，我哋稱之為真性滑脫。佢仲有一種假性滑脫咧，佢係因為呢個椎間盤蛻變造成嘅。臨床上見得最多見嘅就係蛻變性嘅滑脫。佢有啲人咧可能喺後生嘅時候佢就已經有啦，佢有啲咧佢可能要經過20-30年先至能夠表現出嚟。腰部出現邊啲症狀要警惕腰椎滑脫嘅門診大部分都係因為腰痛嘅就診嘅，我哋會幫佢去做一啲檢查。常規嘅一個檢查咧就係腰椎嘅普通愛斯基斯光片，做一啲動力位嘅評估，診斷同判斷有冇腰椎滑脫。呢個腰椎滑脫咧分為1度、2度、3度、4度。蛻變性嘅腰椎滑脫咧一般唔會超過2度，就係喺1度或者2度之間。佢嘅暴裂性嘅滑脫咧，一般咧就係會由1度到4度，甚至到5度，佢都會發生。如果愛斯基斯光我哋能夠發現腰椎嘅滑脫同腰椎嘅唔穩同嘅暴裂嘅，喺呢個時候呢個診斷就成立啦。出現邊啲症狀需要手術治療？嚴重嘅持續嘅腰痛，仲有一種咧就係佢打橫嘅或者坐喺度佢都冇問題，但係病人唔能夠行走。咁如果行路超過100米或者200米，佢就會發生嚴重嘅下肢麻痹疼痛，咁就需要坐低休息。對於呢種嚴重嘅症狀，我哋首先判斷嘅係需要手術治療嘅。除咗呢啲需要手術嘅，剩低落嚟嘅大部分病人其實係可以接受呢個保守治療嘅。保守治療嘅方法仲係好多嘅，因為腰椎滑脫呢，我哋需要去做腰肌嘅核心肌群訓練。對核心肌群訓練達到好好狀態嘅時候，佢其實係可以保護我哋腰椎嘅。治療腰椎滑脫係咪一定要手術打釘？打釘咧，其實就係一種穩定嘅手術，或者我哋稱之為腰椎固定手術。係咪所有嘅呢個手術都需要去打釘呢？目前嚟講爭論就喺呢度，係打釘呢，定係做另外一種我哋稱之為叫椎板切除術？做椎板切除術咧就係只做一個解除神經嘅症狀。我哋認為咧係一定要根據每一個病人嘅制定呢個計劃同評估嘅。腰椎滑脫嘅保守治療有邊啲方式？我哋而家推薦嘅就係物理治療以及核心肌力嘅訓練。對於一啲藥物嚟講咧，喺目前我哋臨床上對椎管狹窄咧嘅藥物其實仲係比較欠缺嘅。有一種係利馬前列素片，佢嘅主要嘅機理咧係促進血管嘅循環。從根本上嚟講就係椎管狹窄呢個疾病咧，佢喺發生狹窄嘅過程當中，佢嘅發生窄咗過程當中，會令到神經周圍嘅血管出現缺血。呢類嘅藥物引進到臨床，對早期同中期嘅腰椎滑脫同椎管狹窄呢啲神經根嘅症狀，應該會起到比較好嘅效果。有邊啲動作係對腰椎比較好㗎？我哋話咧就要行得正、坐得直，令到腰椎有一個正常嘅弧度。有研究認為咧，如果係呢種彎腰嘅坐姿，其實腰椎承受嘅力量係你企喺度嗰陣嘅大約3倍到4倍。年輕人咧，我哋推薦你可以去做下游水啊，包括掌上壓、平板支撐。佢對於一啲年紀大嘅人咧，我哋推薦做咩咧？就係譬如去散步，去做下拱橋或者係小燕飛呢類動作。